你若打来，这个汽机车若是更叫伤大声，嘛去互翕相开单哦。即嘛有真侪跑车，或者是重机车，引擎声拢真大声，甚至有袂少人会去改车，改到迄个引擎声，互人听到是真恶杂。打来，环保署要来推动声音翕相，就是甲警察的测速的翕相同款。这个行驶当中的汽机车，声若伤过大声，超过标准，都会自动甲你翕相，直接甲你开单，上悬罚到3600块。按算伫10月份，就要开始来实施。几台重机骑过，时速拢超过100，声是有够吵，互附近人有够艰苦。因过环保署要受罚啦，翕相要罚这车辆。环保署将本来使用机动式侦测设备改良做像测速翕相迄款的声音的翕相机，未来将设伫每一个噪音的热点，一旦这噪音的车辆经过时被翕到，车的时速、分贝、地点还有车牌拢总有。车道限速50公里以下，袂使超过86分贝；限速50到70公里的路段，分贝袂使超过90，啊若超过标准，就会罚1800块到3600块。声音照相未来在设置的地点的前方，必须要在明显的地方都要有做这些的一个标示。因为这样子还不错啊，比较不会吵到人。有时候半夜的时候，那年轻人这样改成那个排气管那个。汽机车的噪音影响到民众生活品质，不过目前的法规，环保署若抓到嘛，只能通知车主做检查，无都直接开罚单。若是修法顺利通过，那咧10月份就会实施。